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北树林有家科医生是赤卡先仔无牌的医生，有一对母仔囝到检谈一间稳重伫个面体诊所补手牙斗假喙齿了后，感觉真无舒适，喙齿是颠倒愈来愈痛，出面甲检举。卫生局一个查，这个65岁医师无牌，才高中毕业，14年前就互掠过一届咯。 大门顶写检谈通知，骹顶红揪起来铁门嘛，敢若开一半。胃中一旁会当看到内底光莹莹的灯火，除了碰喜，毛真了喜。这是伫咧台北市树林区气科诊所，红检了出有赤卡先伫咧共看喙齿。这个秘医就位在健谈整宅里面，可以看到2楼还挂着招牌，再往里面走可以看到还特别标注第一家，不过齿科2个字已经涂销掉了。这间气科诊所虽然路口的扛棒真大。 不过所在锁真严险，倒米伫咧徛家厝内底，无真足看，而发现有伫咧开诊所。喊怪怪是65岁陈医师，竟然敢若读到国中，搁伫咧当地做几20年。有人说不错啦，有些朋友有几个朋友会给他看的，就是有的是蛀牙，牙齿就是坏掉啊，然后就给他补啊。他没有健保。 所以说我就不给他看。169分发生伫咧去年10月，一对母仔囝去看诊，妈妈变肺爆痧含抽神经，后生开了清补手齿含斗假喙齿，尾仔喙齿无爽快，齿甲减齿，才惹了这个无牌医生。卫生局调查发现，14年前就因为违反医师罚款起诉，这位树林第一审理，该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会当罚金起罪3年，买付5万，获国家金库。现在没有在做了，现在休息了。哦，休息哦。 哎，您是他的家人是不是还是什么？我是他的朋友，以前他很不错，技术很好啊，40多年的技术啦。讲家己是秘医朋友的查甫人出面回应，个替好朋友讲话，强调赤卡先早就退休，无伫咧共看诊，人嘛无伫咧内底。不过因为收费真俗，伫咧当地真有名，就算红客早嘛共款无伫咧惊。不过民众找赤卡先看诊，就算先这条钱，煞无保障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